来看台南的小巨蛋哦，听讲上近2028年地档动工，会当来提供2万的座位。这附近哦，佮会设一个南台南车头甲大卖场，所以未来会真热闹。也毋过有民众是真烦恼，讲附近的路拢真矮，若开始施工哦，交通会乱糟糟。台南市交通局嘛强调讲，因会来优化公车的路线，卖来进行交通疏运的改善。充满绿意的南台南副都心是台南市民运动散步的好所在。不过未来这个地点也安算起台南小巨蛋，当地民众拢真盼望。不过因为附近路真矮，烦恼若开始施工，交通就进入黑暗期。是可能过渡期难免。当然，交通是希望台南也有很多改善这样。哎呀，是要让他说，因为台南市究竟没有主场，没有这种场馆啦。他现在道路他已经继承了啦，已经没办法再拓宽了。车流进来会很麻烦哦，因为旁边还有一块空地，台糖已经租给 Costco 了。台南小巨蛋按算开发差不多15公顷。台南市府今年9月25就上公告，运动艺文受限园区标题限。不过民代认为，这个所在甲生产路连通到第一线大同路2段，即卖交通量能完全无够。先海解决的是拍通东西向的道路，接大同路，这样让整体区域规划更较完善。南铁岸新增的南台南站，另外捷运红线与蓝线延伸线正在规划当中，交通局也会同步推动公车路线优化、停车场整合与智慧运输系统，以提升整体的运输效率。台南小巨蛋按算会容纳2万人的室内体育馆，目标上近2018年动工。交通局讲，会甲相关单位共同规划完善的交通疏运甲安全管理机制，降低对周边社区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